哋終於可以搬新屋啦！下個月我哋終於可以搬去石硤尾村嘅新樓。我哋今日先至去新屋睇過，嗰度好靚，樓下有個好大嘅花園，每一座大廈都有 lift 可以直接上屋企。我哋將會住喺15樓，我未試過由咁高望落街道㗎。間屋咧其實比而家呢間只係大少少，但係我最中意嘅係唔使再去走廊嗰度煮嘢食，同埋可以有自己嘅廁所。我好想快啲到下個月啊 Dorothy， 1984年2月28日。你想唔想像到佢點樣可以喺一間冇廁所嘅屋住咗成11年啊？我係喺石硤尾徙置大廈長大㗎。我屋企咧唔係好大，不過咧就夠闊一張可以瞓到3個人嘅床。床尾咧就會擺一張摺枱，我哋食飯啊，我做功課、睇電視啊，所有嘢都喺呢度發生嘅。屋企一眼睇晒。嗱，呢度咧就掛住爸爸件褸、媽媽嘅手袋，我都有校服，仲有呢度有好多嘢食。行2步就係大門口，出咗大門就一條好長嘅冷巷。哇！條冷巷好開啊，冇嘢擋住，但個頭出去就見到個天，哇！下邊就見到個球場，仲見到啲街坊。小芬，睇住啊！朱師奶，早晨。呢度咧就係我哋嘅聯誼室㗎啦。見唔見到啊？冷巷盡頭咧，就係陳師奶、張師奶、李師奶同黃師奶喺度打牌啊！朱伯伯啊，最中意咧就冷巷度鋪張尼龍床喺度瞌眼瞓。每日一到6點鐘，你就會聞到好香嘅飯香味，因為屋企所有嘅媽咪都會出晒冷巷嗰度煮飯食。係啊，我哋嘅廚房就喺冷巷度，擺2個火水爐就係廚房㗎啦。天氣好就冇所謂，哇！落起雨上嚟，媽咪煮飯煮到成身濕晒，打風唔使你煮飯添啊！你喺屋企食罐頭喎。其實咧呢個都唔係問題啊，最大問題就係咧，如果夜晚黑你想去廁所咧，你就一定要拖住爹哋同埋媽咪行出去呢條好長嘅冷巷，然後轉個彎去條好暗嘅窄巷裏邊嘅公共廁所。爹哋咧就企喺度睇住個門口，媽咪咧就會同我一齊入去，直至到我去完之後先至一齊翻屋企。爹哋話：呢度有好多壞人㗎，下面球場嗰度咧好多時都會有人打交、牛肉刀、棒球棍、鐵刀，咩都有，打到流晒血。嗰邊啊，空地嗰度啊，有人開賭檔啦、字花檔啦、賣白粉都有。爹哋成日提醒我話，如果咧有人俾1蚊我，叫我放啲嘢喺廁所咧，千祈唔好啊！佢話啊，呢啲係壞人嚟嘅。我乖啊，我冇做過，但係其實都冇叫人我，冇人叫到我做。所以咧，我好開心㗎，我可以搬新屋。不過我知道咧，最開心嘅應該係我媽媽，因為佢真係由出世到而家都未住過有廁所嘅屋企。
個之後咧，就喺山上面嗰度起咗間屋。我媽咪就喺嗰度出世嘅，住山頂喎，風涼水冷，梗係好爽㗎啦。你想唔想到佢哋生活係點樣咧？就係、每日要行10幾分鐘山路，你先至可以翻到屋企。仲有咧，因為冇水咧，每日咧就要行成10幾分鐘路咧，落到去山腳咧擔水上嚟。同埋因為冇廁所咧，每日咧又係行成10幾分鐘咧，落到去山邊嗰個公廁咧先至可以去喎。如果唔係咧，就會屙到成間屋都臭晒。每日如是者就係咁10幾分鐘，再加10幾分鐘，再加10幾分鐘，唔知加咗幾多個分鐘，咁樣就係嗰一日。你哋話爽唔爽？就喺我媽咪4歲嗰年，亦都即係1953年12月25號夜晚黑9點25分，嗰度開始着火，好快就蔓延到成條村，唔使一晚，成個山就燒晒。我媽咪間屋就係咁樣燒咗，一家唔好，無家可歸，唯有要揾工喺北塘街樓梯口嗰間鞋鋪嗰度。呢一段歷史就叫做石硤尾大火。喺我讀中2嗰年，亦都即係1984年，喺上呢個經濟與公共事務科嗰陣時，老師有話過，石硤尾大火其實就係香港房屋政策嘅轉捩點。大火令到成5萬幾人無家可歸，於是乎政府喺第2年就起咗啲臨時房屋，1層樓嘅一排個好長嘅，然後將佢間成一間間屋，俾啲災民暫時喺度住。再之後1年，起咗一啲 H 型嘅7層高石屎大廈，亦即係咧石硤尾徙置大廈，即係我出世嗰度。媽咪終於被派到上樓，會好開心。雖然地方細，但係起碼係叫做石屎啊！就算火燭，都仲有返間屋。雖然上咗樓，但係對媽咪一家人嚟講，佢哋等於由零開始。公公間鞋鋪唔知點解，細細間樓梯口啫嘛，黑白兩道都問佢攞錢。冇辦法啦，要揾錢，所以媽咪小學都未畢業，就要出嚟打工。佢嗰時13歲。佢於是乎就文借咗張15歲嘅身份證去扮大人見工，所以媽咪成日都同我講，佢話如果佢唔係窮，就可以繼續讀書，然後就去中環返工，所以叫我一定要俾心機啲讀書。我記得當年6、7歲，仲要孭住個細佬走，我驚到騰震，唔知點算好。結果